来看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气象署针对云林县、嘉义县市、台南市发布大水洪特报，水利署嘛发布淹水的警戒。咱嘛先来看伫台南的后壁区昨暝就开始下大雨，雨搁落袂离，后壁有真侪所在拢已经淹水了，有一寡车路嘛已经封起来，甚至有所在水是淹到脚头有。第一台记者李成武这么人就伫后壁区，咱要连线互成武，甲咱讲咱目前当地上新的状况。是目前记者所在所在，伫咧后壁即个长底树对昨暝落雨，落到今仔日咯中昼，共款这雨拢无停过。意思讲，这个后壁这游园是拢已经淹水，目前咱看到这水已经淹到记者差不多已经脚头有遮尔啊悬啊。即摆嘛有徛过咧，因就是用这个水闸帮，去有一寡咧抽水设施，就是惊这雨水一直往内底灌入去这水是下袂离，民众是诚怨叹讲这完全就无法度出入，甚至真侪所在拢已经封锁线，互伊足无奈。比进前的迄个巴巴莫拉克更较悬，阮进前内底无济，我今仔暗规个内面全部房间内底全部嘛拢是。啊，这上严重的一届就对啦。对。啊，大概淹上悬到倒位，还是几公分？我门口到这差不多7、80公分。目前中午是预计送出600个便当。那比较淹水的部分，它现在因为淹水的部分水都已经蛮高的。我们目前的话我们目前撤离的话是撤离在活动中心，总共有8个人。那经由那个消防队就把他救出来。他目前是直接收容他们有5个男生跟3个女生。公所拄则是提供后壁6个社区600份的便当，国军8军团来帮忙斗送。目前是已经至少有8人撤离，灾害应变中心嘛已经提升到2级咧开设。市府讲这目前是已经启动全市66座的抽水站，甲513台山顶特色的抽水机咧运作。水利局嘛已经讲有团23万的这个沙地啊，甲3600份的3600片的这个炸水泵分送去各区公所做运用。这回这大水雨实在是有够严重，就希望讲这灾情莫阁扩大。以上是记者李成武伫台南的连续报道。